我覺得我唔上班呢一年幾，我抑鬱啦。講笑啫，唔使咁緊張。喺呢個症狀呢，我覺得自己八九唔離十，食慾減退啦，對咩都唔感興趣。人哋叫我出去飲酒、唱 K、下午茶、運動，我通通唔想喐。日日瞓到黃朝白晏，三餐唔定時，餓到胃痛呢，我都只想攤喺張床度。跟住呢，晚上刷手機呢，就唔肯瞓覺，越刷越精神，日日唔知自己去做乜柒，而且無緣無故呢，經常就會想喊。總結了一下，就是閒的。咁雖然啦，我非常之懷疑自己精神狀態，但係我絕對唔會再去睇醫生啦。因為喺幾年前，我曾經都懷疑自己有過抑鬱症，大概係18年嘅時候，7、8年前啦已經。當時呢，我就以為自己有抑鬱症狀同而家係一模一樣嘅，我就去咗康華醫院，即係我哋東莞市嘅一間私立醫院，我就掛咗精神科。當時個醫生就簡單問咗我幾句，問咗我乜嘢我唔知啦。跟住我就莫名其妙就俾人帶咗去一間唔知係診室定係乜嘢啦，就將我帶去一部電腦面前，就叫我坐低，話有份題目需要我去做。我以為睇精神科啦，就好似睇電視咁樣，可能會做下啲咩催眠啊，或者會問下我經歷咗啲乜嘢事啊，去開解一下我啊，點點點嘅呢啲流程啦，係冇嘅。就係將我帶去一個電腦面前，叫我做啲題目，跟住個題目呢，我足足做咗成半個幾鐘，因為真係好多題目，幾百條題。嗰啲題目呢，大概就係好似我哋平時喺網上面刷到，比如話你最近有啲咩感情問題啊，跟住你想測試下對方係點樣諗㗎，你自己嘅狀態係點樣㗎，或者係測試我哋嗰個 MBTI 嘅嗰個人格嘅嗰種類似嘅問題，就問你即係比如話問你嘅，你平時中意做啲乜嘢啊？跟住當發生啲乜嘢情況嘅時候，你嘅諗法係乜嘢啊？你會唔會諗過自殺啊？或者係你嘅情緒啊？點點點，即係類似呢啲問題啦。我就好認真咁填晒，但係其實真係一啲好普通嘅嘢嚟㗎。然後後面個結果出咗嚟啦，等咗大概20-30分鐘吧，好似都冇，唔記得咗我有冇等到。最後結果就係我冇抑鬱症，但係我冇抑鬱症，個醫生都係開咗啲藥俾我，開咗100幾蚊嘅藥，100幾蚊嘅藥，我最終係俾咗500幾蚊嘅人民幣，亦即係話我做咁樣嘅一條題目，我使咗300幾蚊，開藥開咗100幾蚊，跟住啲藥呢，我攞返咗屋企啦，擺喺度，一粒都冇食，我都唔知道開咗啲乜嘢藥俾我，反正我冇食到嗰啲藥。我食咗之後，我可能由冇抑鬱變成有抑鬱。咁後面嘅事呢，其實唔使諗，大家都知啦。你只需要好好調整下自己，你可以揾多啲嘢俾你自己做，你可以去上班啦，你可以去學習啦，你可以睇書啦，你做乜嘢都好，你稍微調整下，其實就可以好轉噶啦。有啲嘢真係冇自己想象中咁嚴重。反正就是真的是太閒了，太閒了，人真的是會閒出病的，而且太閒了，你整個人也會不開心。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動起來吧。反正就是大概就你還是得要找到自己開解自己的方法，治癒自己的方法，因為只有你自己才能拯救你自己。怎麼開始講普通話了呢？真的是，如果你懷疑自己有抑鬱嘅話呢，你可以先冚自己2巴掌，睇下痛唔痛。如果痛嘅話呢，你應該係冇咩太大嘅問題。好痛啊！我應該係冇問題嘅。咁如果你非常之大力咁冚咗自己2巴掌，你非但冇覺得自己好痛，仲想嚟多幾嘢嘅話，甚至係有啲更加過分嘅自殘行為，咁我覺得呢個時候呢，你可能係真係有病，你就可以真係去睇一睇啦。